咁嚟到下沙公園附近呢度睇一間星海灣電梯小區，全新裝修未住過嘅3房2衛，總價呢都係5字頭。咁上到室內毛坯全新裝修冇住過嘅，一入門餐客廳一睇，入門呢個位置呢就係做咗餐廳，咁連通就係客廳嘅位置，電梯高層，視野非常之好，可以望到藍天白雲加河景，可以望到小區園林同埋游泳池嘅。咁成個戶型都非常之實用嘅，做咗3房2衛。我哋首先再睇下主人房，主人房係大套間，而且視野都非常之好。咁入門左手邊呢個位置呢，就係一個長型嘅廚房，出邊還係連通咗一個小嘅生活陽台，可以俾你放下雜物。咁接住再睇埋另外嗰2間房啦。咁呢邊有2間房，呢度第2間都係視野非常之好嘅。咁中間呢個位置有一個公共衛生間。咁最後第3間係空中花園嘅房間。咁樓下就下沙公園啦，小區環境都非常之好，戶型非常之實用，3房2衛，總價呢都係5字頭。睇樓揾歐陽興啦。